来看到这个画面，超商的门口口才会包裹贴甲敢若山同款，规个柜台拢无看。当民众来到这个高雄凤山这间超商，寄送的包裹贴做敢若骨了粒细粒山，数量算的拢总1000外件。咱台视新闻的记者嘛，找到寄货这间业者，原来这是一间卖杂货仔的电子业者，因为饼活重，满99块就会当免运费，就安尼订单接甲卖哩。迄一天超商店员敢若愈号码条，头尾都要愈4点钟。文章一个抛出来，引起网友大家回甲真热。一箱一箱的货伫咧超商内底，纸箱啊，头壳比人搁较悬，计销的所在两边拢有。若店内底要占满啊，货是坐甲爱囥伫咧门口，两边嘛摆甲满。敢若是愈刁尾，就互店员无闲甲要手软，这全部拢是准备要寄出去的货，算的数量有1000外件。货从超商钱甲用要逼去的这个景象，就伫咧高雄凤山的这间超商出货是这间电商的业者。每一个店员都跟我们说很崩溃，就是包含那个 7-Eleven 的话，我们每天至少都平均的话都还有大概500-600件。那 7-Eleven 的全家的话也差不多是这个数量。业者甲网络平台来咧合作，杀出买满99块就免运费的优待。出货量随着来加真济，敢若是将货送来超商，就爱驶6抓，连愈条尾嘛爱2个店员，累挺用4点钟才来做完。常常都是一面墙这样的状况吗？每天几乎每天都是。其实这间电商6年前是以拍卖乐器起家，2年前来转型做电商，来卖心外杂货。平均每一天出货量有1000外件，原本的平均用4大超商甲货运来咧寄送，但这摆因为活动出货的量向来逼量，造成超商的工课来加真济，嘛对因感觉真歹势，所以嘛当咧甲超商甲货运的业者来咧直接，希望以后会当直接用物流车来配送。只是这个景象有网友翕落来铺起咧网络顶悬，请起真热的讨论，嘛成功替这个业者来拍名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